是咱的心情哦。咱来练琴啊，有时你会关的，小的哦，我有说，手机叫咱睁开来啦，是哦，以前我看迄个，哎，这鸡啊，不是去饲的，我看到这个过瘾哦，那个闹热天哦，这鸡啊，我讲你看到是咱看到，看见，那个好呢，我讲的，你是这样，你找的，啊，以前那个大家看着他也变化过，也觉得两条线，我不是，一心，精心到不是，啊，当然有讲，有人讲，哦，无啥，我话等下开台，130年哦，开台是这样，因为伊是生，伊的伊讲到是善良甲真心，唔甘死。哎，这个钱哦，这是呢，这咱人性无合理、无了解情，咱就看到这个心哦变，当时啊变好，当时好就是唔知咧好，当落去礼拜是伊嘛唔知，伊咧反正这过是伊嘛唔知，啊伫咧当中呢，这当中呢，就是叫咱开始哦，咱的反应，咱的心念来嘛，你若无善良发出，你也无人生。所以就可能当中吼，咱借着这部这里来开始讲，咱即使一直咧做善讲善，这善意啊，想善的力量，伊拢是做这个动作会重复，这个两头讲两头，甲这个无好的思维，一个意思。这个就不行，意咧讲吼，讲这个场哦，你若甲正经哦，你做错的事，你若照顾做错的事，你若注意你正经做错的事，啊，你若放旁，再啊，西种的善就。对，这句话我讲，啊，是讲，你听落哦，怎样？会使放松，迄个念头跟念，这个念会使放松，一旦放松，来讲话迄个对。要磨对起，要磨对起，这样是两行，不要变成一直，啊，一环，过去愈来愈多，啊，广告费用，咱来讲，政府才是可行，啊，不可能，这本钱伊得来考虑，伊咱来看个会是，不少危险，咱无法看个，这有危险当，啊，像说你若到迄个工，